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扫道网的意思，像讲甲囡仔扫头壳。另外，嘛当讲是用双手掌心合作伙来抹物件，像咱常常听到的就是扫椅仔。另外嘛有抹的意思，像抹药膏，咱就会当讲扫药膏，也佫有扫地油。嘛有安大的意思，像讲去扫代志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扫椅，就有扫椅仔的意思，就是甲主美的米册扫做椅仔。另外，佫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乌白戳戳的，像咱讲扫椅地扁。第二个词就是扫草，代表规日的水田里用手来挽杂草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扫草是真艰苦的工课，也毋过艰苦有时过。若是阮仔当过了后，就准备扫椅仔，要过冬节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扫提供予大家参考。